各位聽眾，歡迎讓來邊啲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特別節目咧是比較人介紹我人邊啲學見希望要做嘅新嘅節目。有一個人講，唔是我嘅其實想特別我隻銷量，我到人到啲美國位嗬，特別嗰隻銷量檳榔啊，馬來西亞隻字無像好食嘅位啊，地方無像嘅地方，無像嘅食物嘛。所以我哋想講，若是我無通食嚟講，at least 我通看攝影，是看 video，還是通聽你聲本好嚇，本是較俗咯。尤其是咱大個個會聽講的是有安尼款嘅想法本嚟。了當今呢是會介紹我人嘅即係老字吧，不能學嘅老字吧。呢邊老字啊，係啦，伊是我係是邊啲學嘅 assistant 啊，但叫伊是我就是講東槍西氣時咧，伊就比較少係入去做邊啲學嘅啦嚇。冇啦，本來早個啦，我7-8年個。我是講呢個比我少人嘛，就是講我定起時就唔當佢嚟做。你講我做邊啲學嘅做幾年哦？是咯。等我看，我呢條講係 success 啊嘛，當見stable 啦，就是講到咩自持邊啲學嘅呢？類嚟講自持嚟講啦，話嗰陣時嚟邊啲學嘅網頁時候，佢哋啲廣告當時冇啊，唔使人講。就是講佢哋廣告先，就是講你訂知道啦，甲邊啲學嘅賺淡薄類，即係自持啦 website fee 啊，俾 equipment 啊，嗰啲物件。所以就是講讓不到若是講讓佢哋 show 做咗成功時，或是俾翻嘅時，你使叫人 donate 咯。唔知啦，咪講買浪類先啊，咪些人講就類係咁正嘅。所以若是講你若是面類嘅物件啦，你使 donate 本就變咗學叫做面類嘅物件，你使去訂咯。OK， 訂我就有接收。了即係禮拜咧就特別咧就是只老字拜，順便宣傳我嘅節目。會使，啷個再講邊啲學嘅會聽講位我有家己嘅節目本嚟嘛？伊節目是講講好話。我真係要緊嘅，這是urgent啊！我鬼嘅故事，我鬼嘅故事冇掉咧，個別得歹去。哦，你當然都會講話。冇，我用到靈魂之理嘛。我以前我落嘅嗬，加一本留意加雲吞嘅嗬，冇直頭歹去啊個別。So OK，當然咱講到啲你正地係你講到俾介紹下你有咩戲，你是鬼嘅，你是講你有興趣俾你有講廣府話啦。所以但馬上叫咪有講廣府話。講廣府話，免講廣府話，使講華語咩使？學嘅話。而家成學。學嘅話，佢驚搶掉邊咧學嘅你鬼個事。係咯，對咯，你使嘅佢重溫咯，而家邊咧學嘅鬼個事大冰棒。哎呦，咪啦，然後當件事講，有重錄過啊啦，日本留意嘅，然後當件事單係雲吞有影性咯，然後佢後對咯，然後當件事到頭目掉，較濟新嘅歌數咯，安尼款 ，actually。有反應啦，我講較濟人就是聽咧幾個歌詞較濟。哦，上個邊咧學嘅嘛上。嚇，然後特別好問題是講when叫講成日講叫人起來做特別改變嘅時，冇人起來。較艱苦，人較歹勢啦，我聽。係咪？安怎會歹勢？你俾人感覺講樣嘅講冇啱。無準嘛，所以講華語咪會使，係啦，講華語會使喎。講華語會使。啦，我嗰時講可能會人有反嚟定經啦。講我是講華語啦，然後就是安尼咯。當然我我 stop 有個，特別愛聊。會未了，未定會啊。我咪你就是講會去。你若是講當今，若是講人俾contact你安怎咧？你就去我 blog 嘅位去一個留言咯。OK，去 lonelyglass.com comment 成日講伊有挑燈夜談嘅時候，嗬，你會使到伊 comment 嘅位留言嘅嘛？
安尼款咯，แล้ว即個是佢哋節目嚟咯，แล้ว我叫你 contact 你是條，你是 Jeremy 嘅 contact。he's ออนไลน์ไหมโอเคแล้ว我叫你โอเคแล้ว after that นี่เขาสิ即個嚟咯嚇แล้ว你是到一個啊？你名會話我會點啊？標誌那唔對。我是 Willy 9982，真冇看到啊。Willy 9982喎。冇喎，你冇到我。你講嘅你 Jeremy 副的冇 online 本。冇你冇 at 呢個，你未看到 online 嘅。因為我 at 啊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ก็係你估嘢講咧，當今年學就是係講即係邊啲學嘅呢？邊啲學咧，就係諗邊啲學大擺講嚟講去，每時講就食物件，所以我哋講我是你間食，我無法度，我是到真無法度啦，所以我到邊咧，那是到啲邊咧嚟講咧，我是到啲是做一個新嘅節目，你免講禮拜有時個做，無時免做不要緊嘅，無講定時嘅，所以那是講你做到有食時咧，就叫邊啲學嘅聽講過了，在只基本是白白咧做朋友去啊嘛，所以你使去做只出去一定嘅人出去食物件，了所以你使去食物件，了落起來落伊咩講話係咪物件好食啦？講話真是跟佢講食物件嚟咯。對。แล้ว當今年學食呢款，即個把油呢，伊就吹到伊 friend 咯，那伊 friend 呢是有興趣愛參加人啦。then 伊 friend 嘅 suggestion 呢就是講，人除了是做即個 podcast，除了就是做即個 podcast 咧，那伊 because 伊當今伊是研究掉是video shooting，所以就是愛做一個，就是講除了這個 podcast 呢，嗬，咱個會使看到嘅。所以當今咱當今本地人是拍隨時愛講食爾嘛，對。特別呢，你講食嗬，維持一點聲維持無夠長，你知道？แล้ว所以呢，嗬，當今是講，我哋拍隨時講，食了咧，我咧就是講，伊嘅邊一邊有下面 travel spot 下面有喎，咱就順便介紹安尼講。所以有攤行有攤食咯。有攤行有攤食翻咯。咧當今年我哋是 propose 呢 on 這 March 27 or 28啦嚇，12點下晡嗰時呢，到暗暝啦，แล้ว我哋就愛出去一個咯，做這個節目咯。แล้ว當今呢，我哋 propose 嘅位呢，就是到佢哋區公司附近嗰邊啦，嗬，有只係佢哋文化遺產嘛，對哦。所以 the first thing 是講人愛介紹嘅是嗰邊嘅物件先，參嗰邊嘅 food。是食烘個食物件啦，所以攞你咩食咯？咧 sometimes 意思是講我。有嘅位呢，或是有嘅位呢是無物件食嘛，但係伊是愛做成一個 trip 安尼款，做一個 trip 安尼款是講，你參觀了啊，你過花車去個我會使安尼款嗰就安尼款，然後所當然 propose 為就是有幾哪裡啦，就是 War Museum 咯，然後有就是阿三叫佢去咯，我買去啊，我買去。人去咧打咧，嗬，人行一去。แล้ว一個 propose 是 butterfly farm 咯，啊冇就是酷公司咯，แล้ว總之是farm 去落百行食物件，แล้ว酷公司呢，嗬就是講一邊一個有真濟佢哋歷史即係咩文化遺產嘛，แล้ว所以發想愛介紹咯，แล้ว就是當今呢，嗬變做我特別做工。等陣，酷公司都俾 GP 物件嗬，你特別入 permission 咧，都知哦。成書店嗬，你 commercialize 咋？你有人唔是成酷嘅人 GP 愛學類哦。對咯。แล้ว時講冇嚟講，你時講話講起咩？冇啦，你 GP 特別你
其實都買準講，你成時攏別來翕 program 嘅啦，攏成當做攏是旅客，反來翕，安尼反就好啊啦。特別係，I mean 我，若是講你比較 website 有啲 better 是 legally 隨辦法都冇人報導，是佢哋去報導。你世界講我即邊啲福建嘅朋友，安尼出名。你時候我咪做即邊啲福建誒新嘅 channel 是隻嘅 channel 咯，是隻行嘅隻搞隻咯。你時有時到。每看，讓 permission 咪是 permission，就是講對類嚟講咧，你講我只是做網絡你個 start 嘅 programming，我冇類，就是講你係 donate 兩個，或者 credit 學兩個，到啲 show 嘅事啦。แล้ว就是講冇，有陣時講冇愛類嘅事，你講白講我哋接冇個 complain 咯。特別我看就是講，啷住就是講會支持邊啲學嘅你咧，隻行隻面嘅節目咧，我唔變名個未出過啦，所以不知特別叫啷大塊超我 suggest 名。我就是講啷未出，未講到咧，就是講未正式有人未地，對嚟講我係使個就是 donation 咧 PayPal 嘅 donation，還是 directly 嗬，微微娃娃，就是講攞愛嚟講攞 man 學啦 ，because 我係最辦法。但是講攞個叫愛地人嚟講，我係使寫掉，แล้ว還是我係使 reserve 掉，講這是10是學。即係邊啲學嘅你知面呢？我係使留掉你類咧，我係使面學邊啲學嘅係咩啦？咁啦，總之咁啦，學邊啲學嘅我係使 sponsor。我看你廣告嘅類呢，是講較濟一個好嚟講，我係使 send 到特別類本啊。嗱，是講咪主要就類咯。嗱，是講其實這物件為是講你上 website 誒 show 你看呢，即係人有你為咗 publicity 嘅物件，講 OK 咪見到學兩住嚟，你看到都就。對，แล้วafter that 是個有一個咯只愛呢嗬，咱就有啥有幾哪裡位啦，特別賣講聲啦，只愛但係是講你有興趣嚟講呢，我人就學你itinerary 咯，I enjoy 去咯แล้ว去到邊之後咧，咱 ticket 到邊 gather 咯，แล้ว咱係當佢咪 concept 呢是講podcast 呢是做一點正嘛掉 ，but then video shooting 呢 maybe 一格格嚟講本是冇存有這 video 未使上等 actually，video 得10分鐘了，我咪做過10分鐘。10 to 15 minutes 咁樣款啦嚇，10 to 15咁樣款啦。then 就是講成一個簡單嘅介紹咧，好多人會看到咁樣款咯。咧，如果識嘅朋友呢是叫Jeffrey 嘅呢學伊本是有心啦，伊就是講愛鬥卡手咯。所以當今是講無理由話個吧有兩人㗎嘛。對哦，本地是講兩人podcast 個會講做啦，特別呢本地是講當今伊有 video shooting 啊咯，所以我哋是希望講較濟人嘛較留住咯，差唔多個5人啊6人啊呢款啊就會使啊啦，然後。當今是講最有興趣愛 volunteer。Actually that day 係我有收到幾嗱個 email，咧一個 email 就是 from 阿玲喺中國呢。對。but then 冇辦法 because 我人冇 plan 出來過 ，so 未咯。咧當今plan 出來咧當今是講愛看最有興趣愛參加咯，安尼款咯。所以就是講咯，只是出來咧17個18號啦，แล้ว是講話最有興趣。是咪是只快啊？17、18號。對啊。我是，等我講下，就是講辦幾個告訴我，甲辦嚟講17、18號咪是個嘅，是攞冇有辦節出成咧，甲辦幾個嗬？有幾多？你 plan 看啦，你 plan 看咯，安尼款下，แล้ว總之是17、18號，所以我直接就出來啦，就你就會使 email 給我咯嚇。17、18，佢出2禮拜 OK 啦嗬，2禮拜。17、18，either 是17號啊，冇就是18號，咱經接日，แล้ว from 就12點到個暗暝去，安尼款 ，because 伊 shooting 嚟講，特別只係物件來做嘅。少。我是講緊是講你做 long try 看啦。我是我經驗是講咧，若是講 sometimes 做 video 是 of course 做隻行嘅物件 ，video 是較有效。你若是講我啷把刀買做 audio 後，啷個是有人個啷翕
跟他做 video 咧，跟他 video 10分鐘 OK 本嚟，even 5分鐘都 OK，你知啊？會使嚇 ，because 我隻工真濟，但是你要做 audio， 佢要做 video， 一工就真濟咯。我見我嚟做啊，你一做落出嚟就咪做啊咯。係咯，嗬，就是咧。所以我 try 看啦，別見人 test 看啦，冇得掉，咱冇講啊，就直接 show 做袂好事啊，咱就掉去啊，到底迄個就被掠399去迄個 War Museum 咪過一名嘛，咱免得掉呢嘛。伊 volunteer 個叫去嘛，咱免叫去。冇啊，我講未去。So， แล้ว就是講แล้ว有3個 eating places and 2個是去行嘅咯，安尼款咯。所以我10擺出去，將10擺 actually 最好是做下短淡薄。我講 video 啦，你做 under 10 minutes or about 10 minutes 就是真正長嘅啦 actually。所以你去嘅位，你使 show maybe 一刀出去落一個落3集4集咁咯。係哦。哇！這個巴士哦，399就見咧，係咪說？係你 G Eurasian 嗬？我講我冇是唔是 already migrated to California？ 你講 Who is already？ แล้ว我哋แล้วก็有一項就是講。399咯，我人嘅 name list 有幾哪裡啦，我人希望講我人會參加呢，就是399啊、金培啊，嚇，because 人搞講嘅，嚇，所以呢，就是希望講我人會參加，所以人有興趣啦，有興趣，你免講你有興趣的嘢。你先講到時候，你見只到一位你真係個只下邊垃圾咧，嚇你咪 join 樣咯，你 submit 樣不到 future 時候，你先講我自己個只下邊嘅垃圾，你是採樣去食咯。你是你使參與做這去咯，你使成日講你使內 guest 內 host 3 guest，你3 guest 是講我下邊到一個 area， 你自家食下邊物件，還是自家食放到一位，你3 guest 就來的時候是就講下，這3項我自家下面，然後去嗰時就翕3個 show 都冇相咯。แล้วก็有就是係啦，有翕面嘅啦，แล้ว冇啦，翕你白隻咩？One thing 就係人。below means 阿莫管夠卡就係啦，看到見。唔係嘛？你用你咩就是咩可能真啊？你看啊，翕起，你再一之前咱錄音啦，咱講嘅你濟人啊，你是了，你諗下講，你哋講了就醉啊咯，人看你。冇啦，我同你講下 Kiki 那時候，除了是我以外人應該會知啊啦 ，because 我係 blog 有係我小英嘅嘛，แล้ว別人呢可是冇咯，係啦，愛換過年咧，愛換過年咧，แล้ว拍成換過年咩？所以我出在講特別話緊，就是講，所以我講做 video 嚟講，你有冇上 video 嘅 challenge，就是講就係人啊，你 video，嗱，所以你講 audio 啦，人買嚟參，人買嚟參 recording 啊，你做 video 是靠較少人。是咯，特別我有時希望講是成日講嗰時去做銷安尼款嘛，แล้ว歡喜安尼款咯，แล้ว所以你 try 看啦，你 try 看會啦，特別我是你即 warning 就是只一人就是有 video 是只一人驚唔敢嘅，so that's why 你好笑啦，所以特別有好笑。我一個 idea 嚇，我請坐落。我下去 video 嘅時候，人情嘛，人嘅俾你扮嘅你 Ultraman 嘅事情，人知道我係啦。人小都拍槍啊，人又馬打你啊，你去啊！出電視 video， 哇！我架屎地嘈。你兩講謝，你兩講謝。我去做到冇物件啫，真嘅。我成日講冷情嘛啥，冷面俾貴貴咧，就講冷係你細嚟件拿出頭你 plastic。你兩隻字唔見喎，冚備了。我只係不管hand起來淡薄就好了啦。啊，我就俾嗰種白露門有馬個俾嗰種白啲，人去白啲嘛啥，一半嚿皮講嘢咯。I mean，I want 人個 feel 到有 privacy another thing 就是你 video 有你 selling point， 人 sometimes 人 feel 到只特別嘅，特抖出來，你冇看人嘅 curiosity， 所以人會來看咋。
會使咯，若是講落愛來講啦，像你特別嘅邊啊，唔加兩箱嘅，唔加出邊嘅，係就係麻咗。嗱，因為特別嘅就即係唔加出邊就清啫，抓落落掉，不靈。แล้ว所以是安尼款咯咧，你希望講是愛支持啦，無支持啊，乜都會做。對。看啦，你看。你愛聽，無啦有人甲聽，特別特別愛有人參加嘛。對。哎呀，拍生我唔是特別靚，拍生特別靚嚟講，我一頭，我甲微微話我一頭會啊，去年我要嚟參網做一點啊，我一頭，哎呦大隻，要死背死啊嗬！係咯，我哋上條會背哦。即係淡薄就好啦，即係淡薄就好啦。我睇兩隻。看咩 video 啊？我食。啷個咧？只處咧是8號之類399嘅都殺補啊！แล้ว是安尼款咯嚇。因為每款人，若是講各位聽眾，若是攏會有啥物特別嘅名，關係邊咧學見，嚟伊是 still 邊咧學見，所以特別是邊咧學見加幫啦嚇，佢就分行是做關係食啊、食烘啊、食物件咧，若是你話咩特別嘅名咧？你講想看咯，會使 propose 嘅，แล้ว propose 去外幫呀，寫隻講咩你寫隻嚇，แล้วก็有就是講如果係咩 idea นี่ไอ้คิดว่าเป็นเสียไอ้นี่รู้會使 propose 嚇 because หลังใจเป็นสิอยู่หันน่ะอยู่หันน่ะแล้ว所以รู้น่ะสิ講會ใจ講更加濟嚇你自家都係借 suggest 咯嚇會使 suggest 第好是你個基本出現啦所以你使去介紹講，哇！嚟正正是你要叫伊咖喱麵呢，你要緊特別係你都會嚇，你是特別係咩啊物件嚇咯？because 你有食過啊，你會知伊安怎個會好食嘛，所以你會使講，對咯，會使現條解釋咯，安尼款，對。了可能有蝦米意見啊，是名啊，還是到底通食咧，就是介紹者咯。然後咧，我是。姑姑一擺咧，有幾時啦？有幾時若是講你第一嘅點咧？特別第真正這類我介頭對。若是講有你嚟講，我其實對去做。咪你對嚟？若是講人看到了，讓 producer 啊，讓要找我去做主持啊，你看你要調 handling 加啥物物件？係咪嚟？嚇？你講有冇明白？你講電台看到一紅嘅是叫請去做主持是你要調 handling judge 冇啦，免啦。免你係啦。你嚟參加啦，你啲咪哩啊，龍劍。呢啲噶啦。你知道未？我最主要係參加就對啦。你有時講到硬嘅時候，有見到面學王類，有見時會教人介紹呢咯。頂到就我是特地在你邊咧學見嘅談隻鬼嘅做主持嘛。我是邊咧學見嘅談隻鬼。然後你實講鬼告訴我，佢實佢哋鬼位。399。叫我談隻鬼啦！我在你做談隻，你免做鬼啦，你做談隻嚟啊！我咪企翻嚟位。未見到佢只係你個出現。嚇 ，OK。แล้วขอลองทำมีไอเดียนะทำจากกุยสิจะโชว์ไอเดียเมียลองกี่ว่ามีไอเดียเลยเดี๋ยวนี่วิวว่ารู้ว่ามีไอเดียนี้กี่咩嚟？รู้ว่ามีไอเดียเมีย冇喎，我冇咩好學嘅喎。399邊靚隻好了？好了，邊靚學見.com 好了。特別沒錄啊！微微娃娃沒錄咧。如果係你節目嚇，就是愛做有讚沒有編嘅，還是讚甲編文有講嘅。你講無好食，你老實講無好食，你無講硬講好食。OK， 唔係，梗係好食嘅。地補我人嘅，咪地補我人嘅啦。冇啦，咪地補我人嘅啦。是地補我人是講到好嘅去咯，所以冇好食就咪去咯。你講都在嘛？實等時感覺講，你感覺好食，但係別人感覺無好食。嚇。會，阿咪特人嘅口味無相嘛，所以我愛在，阿咪 sometimes 啦，愛食，你愛食就講講，
你有做 rating of on 下你 food 了，成 rate 3 4 5反正嚇，你有 rate 嘢，還是你 my rate 嘅亂 I mean discussion 啊 for discussion 嚇，亂 just rate 佢，有陣時人感覺好食，然後去食， I think 我是感覺到冇 rating，咱唔是 food critic 嚟嘛，咱是好介紹，就是好物件食好還是好。食也是好，有感覺一人感覺就好食咧，都介紹就對啊。所以佢就是on the positive twist 啊，就少講個冇食就冇食，就頭面介紹啦。instead of 佢講，你唔通去得落嚇阿妹。嗱，馬都講下你好介紹，好介紹嚇，好介紹咯。邊啲好介紹？嚇，邊啲好見好介紹嚇。邊啲好介紹？係 nice 嗎？係對女。誒，讓我寫起來啊！讓我寫起來啊！等等，對唔對？咱落掉，咱使聽掉，落掉。邊寧食個了，食個了。邊寧食個了。OK，個第三 idea，然後chat room 人冇人介紹，chat room 人食個咧嘢，後面數，冇人食。沙人呢？啊，嗰啲困了啊！聽到我嘅聲，嗰啲是困了。寂寞教室數，你寂寞教室嘅數啊！冇緊，咱這切幫咱錄音嘅時對這些人來聽，對這些人介紹。我咪比如話我買小雜棒啊，小雜棒有人背記起，所以聽到咱講過啊，人背記個咧係啦。所以我是先幫你估嘢咧，個接落去個棒一出啦。咱叫咩？邊啲好介紹啊？喺邊啲好介紹，即係迄個較大，但不過又範圍較廣。你使做講好介紹去佚佗，你使好介紹物件都去介紹，整邊物件便宜，還是整邊物件好過啲，還是整邊物件方便，還是你使介紹咯。quite nice。一年一道咧，咱就一年內面做嘅時候，人經掉咧 top 10啊，嗱，先講咱做隻字數啦，唔係 top 10就麻煩 ，top 3啦，我對起時咧，我特別去下邊嘅食，還是去下邊。邊寧好強頭啊！好強頭咩使啊？啲強頭成日加餸嘅。好介紹，你先，咱是做咩是介紹咩？好介紹，冇啦，我同你講到答了，係啲啊，你播咗叫人 vote 啦。比如我寫起來，比如我寫，我唔少落咩？我落啦，特別咪是咱特別寫起來，或者咩做波嘅事。一個參人 suggest 啦，唔是講人講啦，個人別人 suggest 你。啲人家講啲嘢咧。係咪嘅？你話我係 secretary 嚟啊？我是做咩叫我做個了嘅工？我那是到啲邊領咧，我就是點，咱就打創作咧，嚇，比如話我都感覺到。即係咪阿爸講邊領好料？邊領好料，唔使本，咱寫起來嘅了。我當然寫啦，我 make 個 list 嘅，但我見我覺得都一條是播嘅啦。但我諗講咩啊？殺都邊領嘅啫喎。嚇？係咩？殺都邊領啊？依個mana saya tahu siapa merdeka tahu. Saya merdeka saya letem ada. Okey 頭先啦，我諗嗰時談只邊領談只。談只龜，談只。未談只龜是談只。談只龜。邊領愛切頭啦。邊領有咯啊。邊領來切，唔係講邊領來切頭，so quite good 嘛。邊領愛切頭。嚇？邊領來切頭，邊領愛切頭啊？佢數愛嘅。邊領有，但我諗講咩啊？邊領談只龜。叫啦咩？愛切頭啊！愛切頭嗰個。邊領好料。邊領有。邊領好料，但我講嘅係咩啊？邊領好介紹。邊領好介紹。好介紹是阿咪話啲伊好介紹，即個字是特別人學嘅人，邊領學嘅人講嘅好介紹啊，係嘛？個特別個就咩？特別講邊領好介紹一個好。邊領食個了。食個了。邊領食好了。邊領食好了，佢哋是較 restricted 淡薄啦，咱我食是嘛？
食好。檳榔好扛頭，檳榔好扛頭，OK。แล้วก็แล้วเจ๊สอนปากก็檳榔 แล้ว 好 ล้อ 了， เป็นไงมั้ย檳榔好了，เป็นไง好ถาม我ว่าเสียละ講咗咯。ว่าเสียละ代表妹佬變成做偷偷，學嘅話就講 เป็นแดงเกียกันแล้ว 檳榔行頭頭，驚偷偷啊เป็นแรงผ่าผ่าเจ้า โย่一個 B 人 เป็นแรงผ่า 誒， ผ่าเจ้า 一隻人搖 Hello 了， อะไรสิไต้หวันผ่าผ่าเจ้าอ่ะ อ๋อ咱冇講咱邊咧學嘅咱冇講爬爬走係嘛咱有講咩廁所檳驚，榔食了， แรงแต่เท่าเท่า เป็นแดงเจียกันแล้ว 攏เป็นแดงเกียเป็นแดงเกียกันแล้ว咯ว่า有驚有食咱咪隨着有驚有食實講咱講有講有笑有啉有幫助啊你講啥小哥有驚有食有有棒，驚有食，有啉有棒，有驚好驚好食好棒，好困好棒，actually 不單是我對做嚟講嘅話，就是特別個自講好食好棒嘅咯，就是講是佢食，一個佢講伊砧板，但係垃圾嘅砧板，但係清佢砧板。伊哩嘅話，你看該看梗係過做咧，冇。我袂，我會做呢，我會做嘅節目，我是特別是做嚟看呢，即 outrageous 嘅節目。但我都講個咩啊？會話我都講好啊咩咩啊？變靚好啊咩咩一件胖胖咩卜卜。爬走，OK，了哈，OK，咱各位聽眾，就是講個阿咪 idea 咧，來使去邊咧學嘅，講嘅朋友去 comment 去寫者。對。暫時啊 ，personally 啊，是個好介紹。檳榔吹我唔想嚇，比如講咩？檳榔吹嘅了，檳榔追嘅咧，追嘅咧，OK。檳榔好切妥，這度當幫擺隻另一笪笪，本來好這度嘅satu Malaysia 咧，satu Penang。咱邊咧好介紹安裝咯就，我試過，伊真係伊 idea 是講，邊咧好介紹，伊個只順咯，嚇，咱講嘅是，邊咧介紹，是咱唔是講是要介紹邊咧嘅位，咱不止咧使去新加坡，去是香港，咱要使叫邊咧好介紹，是咱就邊咧嘅人去介紹嘛。所以咱使範圍較廣哦，不止咱 grow 嘅時啊。算著講檳榔特別。哦，特別檳榔啊，檳榔特別好，特別檳榔特別，OK，應該講特別檳榔啊。檳榔檳榔冇得飲啦，冇太鹹。有啊，咪冇人嫌，上班就謝。白衫嘅笑嘅。誒，你娃娃唔是檳榔人嘅嚇？巴海啊，是啊，檳榔嘛，巴把海。閪咯，把閪咯。富撈檳榔，跟 island mainland。喲，我被對啊啦，當劍，我今日第一話，老實講我一年啊第一啊未過10塊咧，無啊美金過500塊就對啊，就等你。你 flag 你啊，你講。我係啦，就接飛機，然後嗰條短期時嗰條，我個比賽短上久啊做工，我實短地嘅一禮拜較驚ਹਨ，然後是短期是特節去翕去，特節翕喎。這 Star Cruise 啲咧，這準對啊，我唔係這Star Cruise對，你再會啊。這個單。自己啲。啊，去啊多去咧，叫你我去載我啦，你巴海嘅你個單嘅。你估單，你都俾幾拿包對個嘴啊，俾啲你咬啦你。啊，你話我嚟載我，你話我定得去載我，到轉頭載我時我鬼辛苦趕，你個叫你話我，咱個胖見。咯會做，我是有興趣，老實講啦，即係唔是講要出名，唔是講要賺錢嘅，老實。
我嗰啦就是做咪嘅是成個 video 我第一做，因為自己講嘅咧自己做嘅了。日本是伊是嗰咧為咗創作，為咗介紹檳榔嘅可能物件。passion。我唔知攞嚟使去 approach 咧檳榔嘅即 tourism 嘅咪看，因為使 grant 可能淡薄類資金嚟學嗱，先講到I go through 正一 process 了後，政府個貴啊，都俾通過政府物件。了個哩哩答答嚇，別使講臭啊，佢別使講臭啊。แล้วลูกก็ไปหอยังจกโซ呀，我着數就是講你 after 你 show 時就講啊，即出去咧是 sponsor， 自己 sponsor 自己贊助嘅，檳榔嘅 tourism 贊助，然後去檳榔學tourism.com.my 然後呢？我有一個 idea 講。我真正是對檳榔哈，伊唔是變做一個 heritage 嘅 site 咯吼。有。所以yang中意有像迄個 Penang Heritage Trust 安尼款嘅安尼款嘅 body 啊，yang來 maintain 安尼款嘅物件。所以yang本真係愛promote 樣嘅物件，還有檳榔嘅 history 啊，檳榔嘅 culture 啊，伊嘅 art 啊，所以我講㗎，伊個範圍會較寬淡薄咯。你若是做個安尼款啊，你會使叫安尼款嘅像個 organisation 啊，non-profit organisation 會入來。係咪所謂即個檳榔 heritage 嘅即個 fund 嗬 ，actually 唔是咱馬來西亞嘅，伊是 under 即 Worldwide Heritage Association UNESCO 嘅。所以on financial like everything 嗬是真strict 嘅咋，兩是 direct sponsor to 下個 heritage 嘅 building 嘅人。謝謝。你講我講是 ，so 我 maintenance 嚇 ，so 下個 UNESCO 學路係類 for 你 maintenance，so 即個檳榔 government 嘅即個 body 咧，就是伊是 managing on 安款嘅 finance 咯，所以本身有人經有做 promotion 款物件就，成日人款鳥嘅嗬，伊講會使我會使學路判一個名or listing in 樣嘅為咗特別無類嘅。特別有見我是講咱免扣，咱只有見是咱自己凊彩，變咧學見咧，你講派做本做安尼濟年，或是我自己攞隻手做起，แล้วก็แล้ว第有見就是讓聽講支持啊嘛，還是講冇聽講支持嚇？新加坡 airline 來 sponsor 路啊，伊個 stewardess 個了來聽你。係咯，我都叫人嚟講啊。係咪嘢？哦，叫人 sponsor 路啊。Just wanna let you know that I'm introduced a lot of my colleagues with Singapore Airlines. 我就是講嚟上節講嘅啊。And there were so many of us currently listening to you. 哎呦，好啦，上節給我介紹。We're Malaysian working as stewardess for Singapore. 哎呦 very good. Maybe Singapore Airlines can sponsor me on next time. แล้วแต่ว่าเราก็แต่ว่า佢只是ลอง落嘅時，佢講新加坡人就所以佢講冇睇 sponsor 冇睇，我哋搭纜車對邊嚟？Malaysian 嘛，唔係新加坡嘛。是 Malaysian 嘛。新加坡。我覺得當情靚靚嘅你衫了嚟會話下你做。我就會話情把住個把牙出嚟。嗱，就嚟書集我介紹物件。我會使，以後我等想要對啦，我梗想要對個人做在做呢。是啦，佢買咩？我記得你想要 intro 字啊，我 printer 未 intro 字啊 ，printer in paper 嘅 article。你係犧牲可能包？沒有，我可能包啊！你講。可能包嘛，我累咗。我看答冇答聲。我答包，當然係俾車啊，個冇累啊。แล้วก็เลย特別不要緊啊！我個是攏是咕咕一拜，感謝上桌甲我宣傳，上桌甲我宣傳，好介紹，好感謝上桌甲我介紹。แล้ว應該 introduce a lot of my colleagues from Singapore Airlines to Penang Hokkien. So many of us can listening to you. 好啊，感謝啦，上桌感謝我哋嘅新加坡嘅航空公司嘅。空中
康仲小姐，康仲小姐，自己變得學勁，感謝感謝。了，OK 啦，夠啦，夠嘅，咱講夠嘅。喂，娃娃咧即點去？嚇 recording，我啲 chatting 條。哎呦，講 idea show idea。冇，我教下你，你介紹。我 Jeremy 啊，哦哈，誒，你介講啦，依隻係空頭，我同你講。你介講 about the show 啦，特別 sometimes 伊特部伊嘅 suggest 物件 idea sometimes 上大，sometimes 咧冇咩啊，我時陣家手做冇咩教啊。特別你聽 idea，because it's an experience，所以你 learn from 呢隻嘢。because 伊部 camera 就係 crew 嘛。嚇 ，because 對咯。伊係咩？我就伊 vision 會較嚇，伊 vision 較大嚇。把手較大粒。特別because 伊做每做，可能 produce 隻物件嘛，所以伊嘅 vision 會較闊。特別你會看睇伊 idea 咧，是看每看安怎做會教咯，還是做會教，嗰時就做啦。特別是講做會教嚟講，咱係 skill down，咱咪講一頭完全佢 idea 嘅 cancel 去咯。because 要本錢要經驗嘛，咱係 all from me。好 ，so 感謝各位呢隻新嘅 idea 呢，新嘅 show 是我其實是我甲 Vivi 話我講 ，Vivi 話我想要做 show idea，唔是 because 是搞創作嘅人是搞想 idea 嘛。我是想講，我頂到是甲 Vivi 話講，我就會聽，我就見聽你本來嘅聲，出去食物件，然後物件我就有興趣。因為你免做就是 show idea，成日 start opening 啊，講咩？你實際上朋友一定咧，就是等下嚟食，叫佢咪做，等下食掉，佢咪物件插幾單啦，咪話物件，然後講下，我本來就興趣嘅，我 miss 本來嘅聲 ，miss 本來嘅食物件嘛。所以，那是你有興趣嚟講，自家聽咧，可能物件尤其是到啲外國嘅人咧。是邊度啲本地人，唔是往時你朋友介紹，你比較往 share 嚟講下，你使嚟講講這本咯。嚇，有興趣你就去你 comment 一下，邊啲hockey.com 網頁一下，亂嘅 show idea 加 show title，那是話這裡我咪意見啊，title 叫咩啊？戲嘅名咯。對，會啲娃娃困嘢。對咯，叫名。對，你那個有那個亂的紅線。很熱啦。我這樣佢哋家姐們做晒哦。我看掉啦，我講到OK，各位聽眾，下禮拜咱個來到對嚟收聽嗰隻邊啲福建嘅平常嘅節目，แล้ว個八刀嘅時，那是新嘅 show 出嚟時，一個八刀邊啲辦呀？邊啲福建辦嘅，過來看 video，有可能過看聲，過聽看安講啊，過聽看 BB 娃娃正常心。OK， 感謝，禮拜再見啦，感謝。你一期幫有見去邊啲福建.com 嘅幫嘢 suggest 嚟 idea 好唔？嘅 show 嘅大刀，感謝，拜。OK，拜。